長時間低頭用手機，真係會出現科技頸細紋。點解就嚟50歲嘅我，日日咁樣低頭用手機都冇特別嚴重嘅頸紋？因為我喺日常護膚會加入呢個步驟，頸紋一出現啊，比面部嘅細紋更加頑固，唔單止影響整體嘅線條感，連化妝都遮唔到啊！塊面保養得幾緊緻都好啦，頸紋一出現啊，真係會令你睇起上嚟比實際年齡老勁多啊！網上大家都睇唔少抗頸紋動作咧，頸紋係真係可以減淡啲，但係如果你頸部皮膚冇營養，皮膚缺乏回彈力，咁樣扯法隨時令你頸紋加深啊！我嘅日常護膚除咗搽下頸霜，仲會配合埋呢啲嘅膜，最好就係微細孔技術水凝膠片狀，貼服啲之餘，仲會用自然體溫釋放同吸收營養，有緊緻功效、高溫度嘅膠原蛋白營養，先至可以喺頸紋之間真正滲入底層。而家嘅頸膜出到連敷過夜都得，每星期固定敷2至3次頸膜，真係會感覺到頸部線條更加緊實，細紋都淡咗唔少。現今叫你唔攞住電話真係好難噶，但係敷頸膜咁簡單嘅步驟好容易做到，唔想出現科技頸細紋咁顯老，就要喺日常護膚加入呢個步驟啦。